今次要同大家講嘅呢一部分咧，就係針對住大家喺見解論證，你會選擇，你要需要咧喺兩段裏邊咧係用兩個角度咧去講述活動嘅意義嘅。咁有時候同學喺選擇呢兩個方向嘅時候咧，可能會出咗啲問題。咁如果你好乖咁跟足聆聽錄音嘅指示，跟足佢嗰兩個方向，當然你唔會揀錯啦。咁但係有時候我哋都未必能夠掌握到嗰兩個方向究竟係要寫啲乜嘢。咁萬一聆聽錄音俾你嗰兩個方向你唔啱用嘅時候，又可以點呢？咁其實同學你係無需要一定跟足錄音裏邊提示嘅兩個方向去做，你可以呢係用你自己覺得合適嘅方向去做。咁但係同學有時候喺選擇呢方面嘅時候呢，係會出咗啲問題。咁今次呢段短片係針對呢一方面嘅問題呢，同大家講解嘅。咁首先呢，我諗我哋講下其實可以有幾多個常見嘅方向先啦。咁現今呢，我諗最常見有4種模式嘅。咁我哋稱為 A、B、C、D 4個模式啦。我喺度就咁首先 A 模式呢，就係對於係社會方面同個人方面兩方面去講。B 模式就係根據學業成績方面、個人成長方面去講。C 模式就係參加者方面同埋籌辦者方面去講。而 D 模式咧就係活動意義方面咧，同埋學生興趣或者活動形式嘅方面去講。咁你哋選擇呢啲嘅方向嘅時候，其實咧唔係求其去做，亦都唔係每一條題目咧都可以適合用喺4種模式嘅。即係話你係要因應翻題目嘅唔同而選取翻適合嘅模式。舉個例啊，如果你用 A 模式嘅話咧，你嗰個活動必須係要對呢個社會咧係有引嚟關注，你先會揀嗰隻。如果係一啲校內嘅活動咧，其實我哋就應該就唔會用到 A 模式嘅。咁所以你大家選擇嘅時候咧，要因應翻活動而異啦。咁先講 A 模式先啦。咁其實 A 模式呢個社會方面同個人方面咧，咁如果係講社會方面嚟講我哋就要考慮到究竟個活動，大家參加完呢個活動之後，呢個方案之後咧，同學參加完之後，點樣將你喺活動裏邊嘅得着係傳播到去個社區度咁通常我哋同社區嘅關係咧，可能係首先第一步咧係喺朋友同學嗰個嘅關係嗰度入手先即係你得着一啲嘢，你可能同啲同學朋友分享，或者同啲家人分享，咁你就係呢個第一重嘅，即係話叫做社會方面嘅第一重同朋友、同學、家人分享，將呢個信息推廣開去。咁更加重要就係其實講緊社會方面咧，你係必須要係引起社區嘅關注先可以。咁你可以留意一下究竟個活動本身會唔會係一個公開活動呢？又或者究竟個活動本身會唔會引起傳媒嘅關注呢？咁如果係得嘅話咧，咁呢一方面就可以寫到落去社會方面嗰度啦。即係換言之，你係可以吸引到社會去關注，而吸引社會關注咧，社區關注就正係社會方面最終嘅目標嚟嘅。咁而個人方面咧，咁其實呢一個嘅方面其實就最多嘢寫，並且係經常出現嘅，都有呢個個人方面。稍後喺另外幾隻模式裏邊咧，都會出現翻類似嘅方向嘅。咁我會覺得，如果係講個人方面咧，你可以分開有4個方向即係最少可能有4個論點可以講。不過爭在你會唔會夠時間寫咁解嘅啫。我會覺得首先第一層咧就喺個認知層面度，例如話你喺個活動你學識一啲嘅知識，你由唔識去到學識咗佢，咁呢個已經係認知層面嘅一個嘅得着嚟嘅，一個得益嚟嘅。咁而反思層面就係第二個層次啦，即係話你可能喺個活動裏邊咧係喺個心態上面、心理上邊得到一啲嘅新嘅價值觀，得到一啲新嘅體會，咁讓你對於以往睇問題睇事嘅時候嘅睇法有所唔同。咁呢個就係一個新嘅反思層面啦。咁至於生涯規劃層面係講咩咧？就即係講緊將來咧係出嚟求職、擇業、工作嘅時候，會唔會受到呢個活動嘅經驗所帶引，讓你有興趣選擇翻可能相關或者相類似嘅工作咧？呢個就係生涯規劃上邊啦。或者你規劃人生上面會唔會就因為呢個活動嘅得着有所影響咧？呢個都係生涯規劃層面。咁至於工作社交方面咧，因為對於個人嚟講，你現今嘅學生啦，咁你可能短期內可能係認知層面、反思層面等等係有所幫助。咁但係將來長遠啲方面咧，可能係對你工作嘅時候
社交上面同朋友相處嘅時候咧，可能亦都因為個活動本身一啲嘢咧係帶嚟咗一啲嘅助益嘅喎。咁會唔會個活動有呢啲嘅助益咧？咁所以如果係做呢兩方面用 A 模式嘅話咧，就可以考慮下呢啲嘅方向啦。咁而 B 模式咧就係學業成績方面同埋呢個個人成長方面，咁呢類都係常見嘅。咁之前喺某啲綜合練習咧，我講到學業成績方面咧，同學有時候都會誤解咗嗰個咩叫學習方面嘅。咁其實學業成績方面、學習方面咧，都一定係局限咗喺咧我哋同課程啊、學習內容相關嘅關係之間嘅。即係話會唔會個活動裏邊本身有啲嘢咧係同課程日常學習嘅嘢有關聯，可以互相補足同你嘅成績能力嘅提升會唔會有啲嘅關係咧？對你嘅學習態度，可能係關於自信啦，可能係一啲嘅信心，即係自己對個人嘅信心會唔會有所提升咧？咁呢個都可能係關乎個學業成績方面嘅嘢嚟嘅。咁至於個人成長方面咧，就正正同個人方面頭先 A 模式嗰個人方面咧係一樣啦，都係認知層面、反思層面、生涯規劃層面同埋工作社交方面。咁所以我就話其實個人成長方面嗰度咧，大家熟習咗咧，其實就好好用㗎啦。即係一到適合嘅時候就可以用翻呢隻。好啦，到咗 C 模式啦。C 模式咧，你見到又係熟口熟面嘅嘢嚟嘅啫。不過咧佢大家睇真啲，其實佢係同呢個嘅個人成長方面或者個人方面係一樣嘅。不過佢係拆開咗兩個角色咁解嘅啫。就係拆開咗參加者同埋籌辦者。參加者就係參加呢個活動嘅人嘅得着。籌辦者方面就係可能係負責去統籌、負責去進行運作呢個嘅活動嗰個人或者嗰扎人或者嗰個團隊嘅得着。咁留意啦，C 模式咧就同頭先 B 模式有啲唔同，就係比較少任務可以適用喺裏邊，即係你要。應該係啲校內活動，籌辦者係學生，而參加者都係學生。咁你通常係咁嘅情況，你先至可以揀呢個 C 模式嘅方向，否則你講唔到兩方面。所以呢一樣嘢就要大家留意啦。咁更加留意就係參加者通常係一個以受助者嘅身份就參與個活動嘅，而籌辦者就係以幫助他人嘅角色嚟到去參與個活動。即係我諗係。你係要留意翻咧，如果籌辦者嘅話，就係可能喺從中得到啲經驗嘅提升或者係鞏固以往嘅知識方面呢個方向啦。即係如果你寫籌辦者嘅話，就係咁啦。好啦，最後咧就到呢個 D 模式。D 模式咧就係活動意義方面同埋學生興趣或者活動形式方面。咁先講活動意義方面啦。咁如果你講緊一個活動有冇意義咧，咁其實講真就都係睇翻究竟對嗰啲參加者嗰個人有啲咩得益？個人層面嘅得益，再進一個層次就可能係社會或者個團體嘅得益，可能係一個學校，可能係一個組織、一個機構，甚至乎個社會有咩得益咧？呢個都係活動意義嚟嘅喎。咁至於意義方面都可以分成呢個直接嘅助益，短期嘅助益或者係長遠嘅助益兩個方向嘅。咁跟住去到學生興趣同埋活動形式方面啦。咁留意呢個學生興趣活動形式方面咧，就同頭先個人方面咧係有所不同，因為你細心啲睇清楚個用字，佢強調嘅係講緊興趣同個形式方面嘅嘢嚟嘅。咁所以如果講興趣同形式咧，你就要針對一下，或者首先揾出參與者、參加者嗰個特色喺邊度，佢會唔會一班年輕人，會一班學生？年輕人學生佢會中意啲乜嘢嘅咧？咁例如話可能會唔會個活動係有互動嘅關係咧？講座形式就比較少互動嘅。如果係遊戲形式，有問答嘅形式咧，有問有答嘅形式，有參與，讓參加者可以有機會上台講下嘢同嗰個嘅嘉賓對話，咁呢個都已經係一個互動性，一個基本嘅互動性嚟㗎啦。咁樣會有啲咩好處咧？有冇趣味？有冇娛樂性？會唔會就係坐喺度聽人講，或者係淨係一個好沉悶嘅參觀？會唔會有啲地方可以玩嘅咧？多媒體嘅刺激，會唔會有啲嘅畫像短片或者係親身嘅經歷可以刺激到自己嘅官能嘅刺激嘅咧？可以帶嚟啲官能刺激嘅咧？咁呢啲都可能係年輕人需要嘅嘢嚟嘅。咁第四就會唔會有一個競爭性喺度？呢個係咪一個比賽？如果比賽嘅話，佢有競爭性嘅時候，
會唔會可以刺激到嗰啲參加者更加投入去參與，從而獲取更高嘅好處嘅咧？更多嘅好處咧？咁呢個就係如果係講學生興趣活動形式方面可以提到嘅嘢。我諗最常講都係互動性因為有時候一啲基本上係啲參觀可以親身前往去嘅地方參與嘅活動咧，就已經係有個互動性喺度，就唔係淨係齋坐喺度單向嘅輸入一啲嘅資訊咁簡單啦。好啦，咁最後咧提兩點大家要注意嘅事項啦。咁第一點咧就係其實頭先喺一開首都提咗大家啦，就係如果你選取以上4種模式嘅時候咧，記緊咧千祈唔好一本通書睇到老，大家係要注意翻唔同類型嘅題目咧，可能係會適合唔同嘅模式。咁如果你揀錯咗咧，係絕對係會影響到你嘅拓展同埋你嘅論證，甚至乎你嘅論點咧都會變得唔合理。所以喺第一點，你選取個方向嘅時候要好小心啦。第二點咧就係大家選取咗合適嘅方向之後，唔係就已經完成喎。好嘅開始只不過係成功嘅一半啫。咁大家喺跟住落嚟嘅時候咧，都要留意一下點樣去拓展，點樣去論證。咁而論證咧，其實我哋會知道，根據咁多次練習，你知道論證嘅方向唔需要自己亂咁諗嘅。原來喺個活動內容上邊咧係已經俾咗好大嘅提示我哋。我哋只要研究睇清楚啦，揀啱方向之後，研究一下個活動內容嘅特色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咁你就可以係一啲論證嘅可行嘅方向噶啦。所以大家咧喺研讀呢個閱讀考材同埋聆聽嘅錄音材料嘅時候咧，都要十分之小心嘅。咁希望今次嘅講解都可以幫到你哋啦。